喺演藝事業，特別喺粵劇方面更加有光輝嘅成就。喺呢集嘅《聲與情濃》裏面，我哋特別同大家懷緬一下呢位一代名伶嘅生平，以及佢對粵劇界嘅貢獻。呢度就係跑馬地任姐寓所嘅所在地。任姐就喺寓所度病逝，結束咗佢光輝嘅人生長跑。任姐嘅一生經歷過戰亂，喺演藝事業方面排除萬難，而晚年亦都要同病魔搏鬥，可以講得話係嘗盡甜酸苦辣。而家人已經離開咗啦，我哋除咗懷緬任姐嘅生平同埋貢獻之外，亦都希望年輕嘅朋友可以藉此領悟一啲做人嘅道理。任姐原名任麗初，書名任婉儀，戲班中人大多稱佢為任姐。任姐生於1913年，原籍南海西樵，自幼已經對粵劇有濃厚嘅興趣。佢14歲嗰年就跟隨佢姨媽小叫天學戲，後嚟仲拜咗當時有女馬師曾之稱嘅黃俠女，亦有人稱佢為黃女俠為師，從此奠定咗佢飾演女文武生嘅生涯。喺跟隨黃俠女嘅幾年當中，任姐對另外一位戲劇名家桂明陽亦都非常之仰慕，每晚佢都會走到桂明陽演出嘅海珠戲院去觀摩，對於桂明陽嘅唱功造手，全神貫注咁去學習，可以講得係盡得精髓，所以任姐又有女桂明陽嘅稱號嘅。任姐係一個非常之勤力嘅人，粵劇天分又高，所以幾年之後佢已經升為正印小生，喺真光粵劇場初挑大梁，擔任文武生。任姐嘅成名作係《待月西廂》，從此奠定咗佢喺粵劇界嘅地位。任姐20歲已經係一位紅透半邊天嘅粵劇小生，後來佢由廣州移師澳門演出，亦都大受歡迎。本嚟只係預料喺澳門演出一台戲嘅啫，但係因為戲迷嘅反應非常熱烈，於是同班主嘅合約續完一次又一次，所以佢留喺澳門一共係演出咗成10幾年。佢嘅知名度亦都響遍省港澳，獲得戲迷情人嘅美譽。唔少少女同馬姐都為佢俊俏嘅扮相而傾倒嘅。戰後，任姐一直留喺香港發展，而佢嘅事業亦都如日中天。由佢擔演嘅粵劇就係賣座嘅保證，戲飛由3個6炒到6蚊一張，可想而知佢受歡迎嘅程度啦。至於任姐早年學戲嘅情形係點樣嘅呢？60年前呢，我同佢認識噶啦。嗰時候初初就喺真光公司天台做嗰班叫鏡花艷影，同埋佢師傅黃女俠、西麗霞、宋竹興咁樣做。嗰時候咧，我哋兩個都係又唔係紅又唔係黑，係中挺啦。初初學戲當然係咧捱下苦咯噃，後尾咧就去澳門跑狗場。初開我又同佢同班接咗嚟啲，即係澳門跑狗場。講初啊，唔係而家。咁啊，初嘅時候咧，澳門跑狗場咧係一個娛樂公司嚟嘅，係一個遊樂場咁樣嘅。咁啊，有燈謎啊，有跑狗啊，有舞台咁嘅。咁我就同佢喺度做咗之後咧，就同佢喺清平戲院做完之後咧，我跟佢一齊就嚟香港，大家就分開。佢又拍電影，咁我嗰個時候咧，我就結咗婚，有8年冇做過。至於任姐師承自邊一門派，佢演繹粵劇嘅特色係點樣呢？任姐生前嘅一位好朋友梁佩錦博士就有咁嘅分析啦。任姐呢，自細13、14歲就跟佢個姨媽小叫天學戲啦。咁啊，但佢正式嘅師傅咧就係黃俠女，就係呢個當時全女班當時嘅全女班多數都喺啲公司嘅天台演出嘅，佢哋嘅門票咧就比即係全男班咧係平好多嘅。咁啊，呢個任姐咧就在嗰個時間就跟黃俠女咧可以講話係正式呢個學做小生。
但係我哋而家睇下佢嘅成就咧，無論在唱腔、身段乃至種種嘅呢個做手藝術嚟睇咧，我覺得佢啊接近同埋似係屬於桂明洋嗰個路派咧，仲清楚。咁啊，將來咧，我哋中文大學呢個香港演藝研究計劃裏邊咧，我都想進行一個進一步嘅了解，就將任劍輝有關嘅音樂唱腔以及佢嘅唱造嘅形象幫呢個桂明洋咧呢個對比一下，究竟兩者之間咧佢係點樣學到佢轉變過嚟而變成一個大家熟悉嘅一個咁鮮明成功嘅形象？咁大家要知道，桂明洋咧當時係幫薛覺先、教馬師曾、白駒榮等等咧，成為呢個四大呢個流派之一嚟嘅。咁呢幾廿年咧喺香港咧比較少認識桂明洋，但係佢呢個蒲甲戲，好似趙子龍吹龜佢又可以講話係好有特色嘅。另一位粵劇名伶薛覺先前輩，原來亦都同任姐結過台緣嘅，而薛覺先夫人仲係任姐嘅擁躉同埋好朋友嚟添。佢哋相識咗50年，所以任姐生前合作過嘅名伶呢，同埋佢紅遍省港澳嘅威水事蹟，薛夫人都可以講得話係了如指掌。阿任姐咧已經20歲咧，就成立一個新星劇團啦。就同陳彥龍哋拍檔徐印心哋咁，就已經好威水嘅。咁同薛覺先咧，郭先生班咧打對台嘅做戲，咁我最中意睇佢。薛覺先同阿任姐咧合作過《大龍鳳》，咁佢做戲嘅時期咧就。佢呢套戲咧，我都有去睇，咁都幾轟動下。咁就任劍輝咧就扮女人，花旦就呢啲咧做小生，都幾墟冚下，幾好睇嘅呢套戲。我對阿任姐交情50年嘅，可以話50年。我識得佢之時咧，佢喺廣州做戲啦，我就喺廣州啦。咁佢喺樂善啦，咁樣。咁薛先生咧又喺太平啦，咁樣。咁我就一人一晚，5個一晚，阿任姐一晚，我就睇佢嘅戲。我好崇拜阿任姐同埋薛覺先呢兩個嘅藝人啊。任姐嘅戲迷咧，亦都有西關小姐，亦都有啲馬姐，好多嗰啲人嘅啦，係中意睇佢戲嘅人啊！冚唪唥成行嗰啲貴妃廠咧賣晒，舊時興貴妃廠嘅，一張貴妃廠嘅12個人坐嘅，買晒嗰啲貴妃廠喺度坐嘅，咁樣3、4行位嗰啲啊唔使慌，有啲主意啦，佢哋多錢都買嘅。一陣間翻嚟，將會同各位介紹任姐對粵劇嘅貢獻，同埋朋友對佢嘅印象嘅。同任姐合作過嘅粵劇名伶係非常之多嘅，不過講到合作時間最長、相處得最愉快嘅，當然就係仙姐白雪仙啦。當年任姐同仙姐組成嘅仙鳳鳴劇團，成為粵劇嘅班霸，每次演出戲票都賣過滿堂紅，佢哋兩個堪稱係最佳拍檔。而由佢哋主演嘅電影，例如《帝女花》啦、《紫釵記》同埋《李後主》，更加係粵劇電影經典之作。而《李後主》嘅製作費用高達160萬，更加係當年轟動一時嘅大製作。而呢套戲亦都係任姐告別影壇之作。任姐雖然係一位大忙人，每日淨係拍戲同埋表演粵劇已經非常忙碌，但係佢仍然念念不忘培育後輩，對粵劇貢獻不遺餘力，令人欽佩。佢對粵劇界整體嘅貢獻，咁由於佢本人乃至到佢班朋友，佢個戲班
嘅發展，令到香港嘅粵劇走上一個高嘅水準評價，可以將來我哋發展到落去，亦都係對整體粵劇界嘅一個貢獻。另外一個最大嘅貢獻咧，就訓練到一班徒弟，而家成為香港一個重要嘅粵劇戲班雛鳳鳴，咁龍劍生佢哋都係大家熟悉嘅粵劇藝人。咁佢能夠咧將自己嘅藝術能夠流傳俾下一代，令到呢個藝術咧繼續延展發揚落去咧，我覺得呢個可以講話佢對後代將來佢在粵劇界嘅一個成就同埋貢獻。